师照你平常豆腐卡有做料理吗？比较少煮了。他们家光厨师娘娘就18个了。厨师娘娘，厨师娘娘，你就根本用的做马改。我想嘛个，要手多哎。哦，所以这道菜有个菜名叫做认命。超人师傅，你本训系餐饮科毕业系吗？哎呀，那你真的会去救人吗？他只会内裤外穿呐，超人嘛。那你们知道他内裤上面有什么英文字母吗Super S。 你看秀芝姐有看过。你会这样穷懒哦？也唔会啦，得睇。我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呢，因为你太美了。哎呦，阿妹讲咩啦？听不下去了，听不下去了。这个是豆腐卡是切好的哦。你看，系咪前进去让人救过？这样是想倒戈了，是不是？因为我超爱吃大肠。因为你刚才在那边都没讲话。Hello， 各位电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他就手右顯窗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我係鐘伯強。今日過來到一個新竹嘅竹道，對竹道有咩影響哦，當到啊，上擺來時間啱記得冇？個又來邊去帶來個做乜鴨哦？你還記得哦？哦，我口水還流着呢，還流的喲，真緊好笑。漢就倆哈，府創建倆蔬菜哈，它也是歷史淵源呐。錯，因為佢對菜體來講懂重要，所以我們每次來竹東就一定來會昌宮啊。一天啊，對啊，我其他蔬菜咯。先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超人師傅，是超師傅。好，周師傅好。咋個女又分享到係黐牛鳳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嘅，大家好。阿鳳哥好。馬上嚟分享到李鳳吹嘅，又係來自竹東嘅表兄弟嘅，分享到嘅係小敏董事長老曾南哥，分享。剛才忘記講到一件事，竹東就會散馬杆，你知道嗎？校長啊。帥哥的緣起點。哇。對啊。難道竹東美就都有緣分呐？沒有吧？沒有吧？不可能拉低平均值。基隆山跟他落來時間，你有一種覺得威武非常莊嚴。對，我給你換位置。好啦，我攬出兩片哦，來講什麼嘅代表，看一下兩片係來自竹東嘅兩隻手，記得係王秀芝、蔡秋萍。歡迎。你們也是男女大對決嗎？帥哥美女台對戰。這真的是太有看頭了，都帶做下係西蘭誒甜蝦，又係西門嘢甜蝦呢？看結果直接快轉到最後嗎？對。節目還動精彩啦。我們問下竹東亞島邊最有名、最好嘅素菜，有會推薦嗎？該咧？竹東非常強哦。對。那個信仰的中心啦，也是鎮內的中心點。哦，大家都會來的，大家睇這些事情都會來呀。竹東非常強哈。要和那個勞動部啊，有做多元就業的開發了哈，就也有和那個浪漫台山線啊，有向他來發展哈，有個客家的那個文物展覽，希望呢我們的鄉親啊哈，大家來了呢多來哦來參觀。哦，來參與。幾多月份的時間？8月份來就會冇空用誒，係一間廟除了係信用中心，也變成一個藝文中心了。所以真的很棒，而且剛剛講到有勞動部來合作做這些就業方案，對。所以你會發現來到這邊呢，廟空服務給你好年輕。浪漫台山線差不多6到8年的時間，就聽我來參與一下。我唔知道。你哋竹東哦，不用跟我們有導覽。也有人員在幫忙，而且是全客語的。對，哎，今天係來比賽，現穿。今天不是，今天真叫來做吹咯。好了，好。哦，記得壓力真緊來咧。咩壓力啊？勢在哈，勢在必得。哦，感受一下咱水兩片嘅火藥味咧哈。先來小解一下，除了解下吼，董事長記得有講到嘅兩件救苗之外，個竹東還有咩推薦咧？竹東有春櫻花海節，都該竹東嘅河濱公園該會有種2000條嘅櫻花，貴度差唔多有2公里咁長。差唔多，是黑馬嘅什麼嘅？係水楓色嘅，白色嘅。水楓色咧，超美的。對，凍亮。嗰時候呢，你看大家設計到竹東有按到好老料，又該有好色咧。亞牛介紹到此為止，馬上出來進行真嘅呢料理挑戰咯。做下丟起來，涼脆要用粗排嘅方式，結添彩色嘅調味老食材。
沙等我哋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完成自天嘅料理，選了兩嘴為雕出物嘅想唔到嘅好明星呢，最精彩、最神奇嘅比賽，啱時就開始咧。最後一關呢，睇起來就會來湊作堆了，看他都在做啲標準物嘅好料理。簡單嘅小計，今日有些規則。好。你看黃色係主食菜。青色係配菜，然後紅色係口味。等下剪豆沙睇部落嘅甜麻沙，拿住線來選。等下要初試聽上嚟60秒時間做啲試用。我們先猜拳好。好啦，來排出就會代表。董事長來猜拳嗎？好，董事長可以啊。你拿這咯。好，好來，剪刀石頭布。哦，來啦，藍隊先選。裡面其中一個我有先偷看到，是我的最愛。雞冠哦，你最愛好。有人跟我同號嗎？你們喜歡吃雞冠嗎？不喜歡，只有你喜歡。假使等下手刀，你是啦。哦，來，4選1，自己4選1，拜託。好，1、2、3，雞冠。太多字了啦，字數不一樣。差唔多。啊，馬上打字啦。批最係乜嘅咧？1、2、3。哎，他動胸哎！馬甲米線呢？紅色的搶開牌。媽喲！等一下，韓總在選。番薯粥馬油米線。啊，我只能說道歉。自求多福了啦哈。還好他們先選了哈。好，來換你來選哈。3選1，咁我搬大家看咯，看下風水今日做嘅菜，主食菜。排骨。你下看一下青色配菜係乜雞？來，炝木。我們這樣子就好，我們不用味道，因為煮青木瓜排骨湯，對吧？那麼最後誰來按鈕最後？你講你倆種變過來重口味，我這個放回去，試試看。啊，好，準備了，口味係乜雞？啊，很好啊，橙汁啊，橙汁排骨啊，但是青木瓜哦，配菜啊，你們加油了，好，滿問題啦哈。啊，有問題啊，藍隊加油了。我跟你說，我們董事長、總經理下班過後呢，就是家裡面的大廚了。哇，我都給講哎啦，哈，可能會是我們有史以來一家之主賭頭最強嘅參賽者哦。風吹啊，哈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加油！第一名乞丐，喂，已經亮相講出來，藍水的一片總在秀音哦。好，藍水的一片有信心嗎？有。第幾名？第1名。啊，還好沒有響。可是剛才另外一個姐比0呢。有啊，拳頭了，狂衝呀！馬上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專業哦，專業哦！哎，你看他撒的動作，董事長應該還是很抓煙哈。哎，人家說啊，吃的夠多，你就是師傅。一樣的就。那我一定是師傅。我吃太多。對，這個有一點例外。哎呀。哎，董事長搶告一下哈，你喺度等下用嚟做，好多銅獎哎。總經理平常豆腐卡有做菜哦。咁你最強的一出料理係乜嘢？那個客家小炒。客家炒喲。大肥腸。你做得棒酒哎，第二擺必料參加有做嘛個準備嘛？就3天沒睡嘛。對。還不是，他們有去上健身房。有啊。對。排骨哦，做乜個有現狗粉長會破啊？剛好冇飲到啊。董事長，你平常豆腐卡有做料理嗎？做本孫內生嗎？比較少煮啦。他們家光廚師娘娘就18個了。廚師娘娘。廚師娘娘。沒啊，佢看久誒，咩係師傅啊？對啊，是不是像你也是啊？雖然佢見面有很款動又假虛哦，但他其實很緊張。哪有？好多人幫他在拿着手機拍。對對。我董事長，我哋上擺攞嘅書姐咯，你冇報名咯？冇啊，我根本就會做下攞嘅，那是。藝術季要到了啦。哦。對啊，哎，可是。董事長，那個柳丁有需要削皮嗎？你需要它的那個皮，對不對？對對對，因為嘛。好專業哦，他把那個柳丁橘皮啊，裡面有精油啊。我必須說，阿哥，你也本董事長但不該師傅呢。董事長下後週你啲嗎？長毛你排骨嚟多到200円，加下就差唔多了。加下哦，而且有抓煙的嘛，對不對？有。好，我們等下過多陣來哈。好。這什麼？這什麼？油溫暗帶是冰下去了。魚皮。哎，你還有庫裡飯酥哦。嘿。這油溫是不是太低了？用銅帶的款哈。太低了是嗎？是油泡嗎？
哦，等下，我先问，你中英文想会做嘛介？我想嘛介，俩手多啊。哦，所以这道菜有个菜名叫做认命。土豆要用干啥？客家人的精神。对，麻油姜丝地瓜啦。对，麻油姜丝地瓜，没错。啊，不过见个油温可能强大咧。太低了是吗？那我先留几类吗？没做得啦，高温保证没做得啦。高温。哎，你还有厨师帮我没做得。好啊，来拍。好，安迪亚少以后嘞哦。等一下 ，Q 一下，来，我们就3个食材哦，1、2、3。是的。No 麻油。哦，是。油温又啊强大咧，去破去都袂变。压一天天。哦。我做得按讲甜，啊厨师甜上爱油嘛，做得好点咸。哦，好。好了，尚方宝剑还不要用啊。哎啦，哦。那批走的先切，好。佮做咱个空海熟了。秀芝姐、秋萍姐，要的平常在做嘛个条路诶？我们现在在那个客家戏曲协会上班。哦，在唱戏，不会唱戏啊！哎，好厉害哦！推广啦，我们是推广啊。你真的是太谦虚了。你用沙马沙哈为主。都那些哦，马沙是动为主，煮出来的口味冇强浓的。哎，好，那你这个莫全部倒落去哦。你要全部倒落去哦。应该麻油嘛，总得耐高温呐。对啊，吼，分享一下，你要做得变下咸怕，啊麻油。你要麻油又多啊也。要不要请师傅？那还忙，变下一点熟。那个鱼皮可以再切，用它的肉那边切啊。好切。哎呀，会。你要叫妈安太地哦。我们这个不是叫妈片，哎，叫妈得，先焖一下哈。你要怎么把这个虱目鱼捞个饭酥哈给哈皮了呀？硬结合啊，硬放在一起。麻油部分也是硬放下炒啊。因为这个调味可能等下冻葱烧，你要本身你要甜的嘞，我你要咸的。可是甜ham走的啦。先过去，等下狗都赚了，好不好？记得要等我们回来用出事甜熊来哦。好。哇！通关密语，出事甜熊爱，出事甜熊爱。好，我先一撒。那我爱甜熊啊。我先骂啥？董事长快烧焦了，你先选一位，赶快。超人师傅，你本身系餐饮科毕业系吗？系啊。那你真的会去救人吗？他只会内裤外穿呐，超人嘛。那你们知道他内裤上面有什么英文字母吗？Super S。你看秀芝姐有看过。你这有外汇呢？外汇摸走外汇。先讲有嘛，我跟你讲，我的人生座右铭是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。OK。一线打有，马干有，马干是错，马干走得走。对呀。出事甜熊爱。好，我先一撒。那我爱甜熊啊。我先骂啥？董事长快烧焦了，你先选一位，赶快。2位都可以啊。这个不能马上关，董事长会叫you啊。好，超人师傅，底下找个破一下蛮好。所以你都有木挂没那里。对不对？也不能关哦。他会处理，因为你喺個盲流起來之前有關破關係吧，叫我叫有。全部切油哈。这样不用挡火诶。董事長家下就挑都有通嘞。師傅，你咪有試過嗎？有冇？一本去破一下，一破牛。係啊。我哋排骨好咧先。排骨牛係啲幾好嘅。破完叫係。蒙伊。有辣甜嗎？辣蒜。蒜是。倒蒜了。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時間到。過來，用下來，腳。這個。你要講會挺小嗎？唔會。通常像這道菜要不要拉勾芡啊？正常因為該排骨是要勾一點，有也蠻好，這樣也蠻好，啱咗咧，牛咧，其實用破鍋嘅炝木掛凍好看呢。而可以錄嘅用嘅排骨的時間，係咪也可以擠一點硫定水啊？有放點鹽巴。我們真很棒了。好，你講你嘅答辯哈。排骨未卡好咧。廚師小樣嚟啦。幫我。就在先一位。兩手按人都係很難選呢。強叫你吧。好來。他剛剛就一直跟我們了。哦，來，阿鳳哥，來。你要破火咧呀？這不是款，50款哈。冇啦，你。快是哦。我來繼續開始。好通。哎呦，麻油炒通哦。彩椒怎麼買東西？我想切丁。那個配色。
唔是乱炒嘞。亂炒嘞啊！好好。啊，你本去煎油啊，焦糖出来的時隻油啊，麻油倒落去，來攪攪是好嘞。哦。你要凍結啊？你看有嗎？不是豆頭油啊，焦化嘞有嗎？有啊。嘿嘿嘿。做嘛個加通啊？這道菜上捌說講吼，從啊底底下煮個薑汁地瓜油啊。哦。啊油上一點上個3杯雞少1杯，少2杯的梅湯。那還算3杯嗎？因為我們姐姐都是千杯的呢。全部放下去哦，啊，等下你落去炒的時候咧，啊，菜椒是好，不是木頭油，你還有菜麻油是梅頭出來的時候。哦 ，OK。哎呀，哦，這個時間點選得很棒。啊，等下要起梅頭。好。而且它焦糖會有一點金頭。有啊，金油啊。嗯。漂亮哎，所以等一下會有點拔絲的效果，係嗎？唔會。好香哦。7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到時啦，仲拍未夠半夜咧嗬。時間到。冇啦，半幾時過來啊？好來。好了，你起床。好。那這樣我們要去倒數了。那個黃椒、紅椒可以帶回家。好的。OK。壓力這題多酸。哦。好吃，好。現場馬上開始倒算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有吃看哪體育館，能不卡米西卡站掉呢？标出的菜色其實懂享飲食，特別是我們紅隊非常幸運，馬上就出豆芽嘅橙汁青木瓜排骨，來睇下吃看哪風吹料理。哦，很嫩嘅，它個凍葉梅啊，咁嫩呢？很短的時間落去煨住哦，又落去哦。而且一開始呢，重點你要有些老給找一些鹽抓醃一下，古手佢本身就當有米頭啊呢，還不錯哈。做到唔會煩。傻逼耶，滿意嗎？這個煮啊，這個好好食啊。這個煮完用的都較好食哈。我知道吼，董事長佢最強的素菜係度，佢為了個柳丁嘅皮切落去切到油油，所以它的柳丁的橙汁味道是很進去的，很入味呢。該橙汁都吃出來該橙汁的味道。佢哋收你真勁動吼，客家人還是阿妹做得很好吼，所以你下來試看一下，攬出嚟一片嘅這個虱目魚皮，然後嘅苦里番薯，叫做麻油，我提就把去麻油來口味，有點害怕受傷害的心情。番薯都帶麻油，特別是剛剛給用麻油先炒過燙過後，其實還蠻好吃的，而且吃到過後會覺得身體整個暖起來了。應該是還蠻溫補的，對不對？我今天提一擺試過麻油原來老湯係好朋友誒，它有個苦里番薯加落去哦，因為苦里番薯本身沒凍甜，它的口感沒 QQ 的，所以這整道菜應該是世界上本來是就兩頭菜哦。沒有。什麼加魚皮添啊？哦，這今天兩頭菜感謝阿鳳哥呢。哎呦，你吃嗆嗆哎！沒了。我吃了，我吃了，全部他都吃完了，肚子餓啊，肚子也已經飽足哎。平常吼，按冇按用煮的啦，冇按用老姜蝦啦。對，凍河蟹，河蟹，吃凍河蟹是個講3遍。現在是在講同一句話嗎？那觀眾還以為電視機擺台咧。我開始變到麻油，我要黑到，我想講我有冇入菜，就麻油誒，想講以前的薑片嘛。對啊，薑片我先去蓋虱目魚啊，吃到也不錯。然後你吃完之後，你再配那個栗子地瓜，剛好解膩。中肚吼，這種搭配蠻讚的嘿。那吃到咱出嚟一片哦，先天後天都非常好。先天係你潤氣動，我們看手到倆都係食材，然後夾起來吼唔會違和。後天的是要感謝阿鳳哥，要落來添修一下，味道整個一絕。我師傅應用版評分呢，給了看哦。都帶升級應用版啊！超人師傅先本分數，好，恭喜！一下看一下阿鳳哥搶本分數，攬出一分，體育館獎選。超人師傅搶公平。我感覺該番薯料該魚皮色彩係，對，他們輸在起跑點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我道歉啦，應該是雞冠的。阿條片嘅排骨，該米挑到凍好。大概陳皮了，都可以加分。要看誰挑的啊？董事長。好，你下話阿鳳哥來公平。
俺某本该红队其实吼，你得个卤的时间有啊，可能染病冲多。像我睇得个卤东西染下手病的意思是讲，叫我煮到该梅头。俺睇吃的以后香咸一点啦，哦，是正常用甜啦。汤音是好咸的哦，我啦，哦，你个梅头有冇？你别做那个酱汁下调好豆豆，不给煮到该梅头。汤音是甜嘛？系啊，做到当好啦。我小讲的啦。希望好，俺本个蓝队啊，其实吼，从俺到伫个做个拔丝地瓜，拔丝地瓜全部系冰汤，啊汤的比例冇强咯，啊你一摆是冰到麻油落去。落去炒，因为迄个加姜嘛，有白豆鸡的香味又出来，当我是冇。好，谢谢。天环地都呢，两组都会得到1分哦。唔过三下人呢，睇起来有口福嘅，哈，有深入嘅。因为呢，超人师傅我带来乜嘅料理，老太家分享呢，马上出来看咯。师傅出台菜。今日超人师傅呢，而来编超人料理，先来问一下菜名係乜嘅？九州风味日式炸鸡。哇，炸鸡耶！东行日本料理呢？对啊。小介绍食材。遐是你看到遐是白醋、调油、葱，还有味淋，遐是 sauce 酱汁的部分。遐是水煮蛋，遐卵冻粿。嘿啊。遐无糖的优格。哦。遐是美乃滋，下面是通。啊？那你就选有糖的就好了。冇强用哦，嘿冇强用，遐冰落去合适到个颗粒感，是咧嘿，啊了就会今日的主角盖饼哦，嘿盖饼哦，好，那就开始哦。好啊，又这个了，遐是匈牙利红椒粉，遐是装饰用。哦，它就葱头到饭葱头，嘿，葱头饭酥粉。哦，要教大家做炸鸡呢。有你不会做炸鸡吗？会，好少炸。会呢。总经理自己会做炸鸡，我都直接叫副片打的。那都卖片还在炸，而且很油哦。全部给油哈。你刚刚菜名按的嘛炸鸡？九州风味，有点去居酒屋料理用。跟唐扬炸鸡一样吗？冇同样，唐扬炸鸡冇下去煮过，好好点，也。我先不去浸下水，葱花浸水，嘿，跟辣的开洗脱下。我要给蓝米看模案呛这样子哦。我很辣。好，来葱头吼，切分去油。你了做酱汁的嘛？嘿，做一下塔塔酱。哦，塔塔酱。哦，塔塔酱是啲嘅。其实从于该塔塔酱主要做该沙拉咪做得啦。嘿，冇错。是。哦。冇切断开咧。嘿。冇本去切团体，因为等下会切油，较好切。你还唔先问过吼，超人师傅你本身系餐饮科毕业系吗？系啊，高中就是了吗？高中是餐饮科。所以你还做几久了啊？做4、5年了吧。哇！大家自己去计算他的年纪哈。5年哈，总共4、5年。所以你那时候读的是西餐还是中餐？西餐。哦。我小时候家里是做中餐，亲戚家。那你真的会去救人吗？他只会内裤外穿呐，超人嘛。超人啊。那你们知道他内裤上面有什么英文字母吗？Super S。你看秀芝姐有看过。为什么要吸干呢？因为它有那个洋葱该辣的蒸。啊，辣味。塔塔酱本身就是甜的，这个是提味。像两面做咧浸变水，对啦。浸变水唔系较好切。他老师韩国沥干时候咧，佢哋水做该塔塔酱嘅料啦。切到油吗的吼？含卵啦。我俩写水煮蛋。水煮蛋。咩含卵？咩。所以塔塔酱都有这个吗？汤匙什么米？然后蛋黄蛋白50份。50美乃滋。塔塔。好，来优格。分几下啲蒜系嘛？它的比例就正差嘛。有美乃滋1的话，那个优格0.5打嘞，一般都做得嘞。然后乱一炸，乱一炸就好嘞。像两面用因加加酸黄瓜咪做得喏。做得哈，塔塔酱酸黄瓜做得。啊了就用一些咧，本机有该有干颗粒感。那就了酱汁吼。啊了炒酱系啊。了调油。放下来。你有放偏炒吗？因为炒酱你唔系做好咧，你要酱咩做？没冇强用。通会很多。比例呢？白醋1比1比0.5。0.5嘛是啊。0.5通。
是不是有点和风酱的感觉？南蛮制酱，憨憨算不算那种切头的盖比喻吗？什么粉？番薯粉。番薯粉。你的手势真的有那种1桌2万块的感觉呢。有吗？有啊。做得放其他的粉吗？做得，面粉没做得吧？做得。哎，我讲看5倍嘅炸鸡机系湿粉呢，你俩下用系造粉哦。嘿，造粉就做得嘞。这个是有带皮的。对。哎，台家好食嘅炸鸡系哪家国家嘞？韩式的比较喜欢，还是日式的？还是台式炸鸡？台式。罗氏炸鸡啊？罗氏。我想罗氏药厂哎。哦。闻到就很好吃了。哎呀，闻到有先后嘛。术业有专攻。又捅树哦。哦，师傅在做那种高级料理，真的很注重摆盘。摆盘。摆下酱就要尬线 Q 了。对啦，对哈。队长有什么想法吗？就是他这个动作已经做10分钟。对，差不多了。对啊，而且那个锅子还没动。哎，这个。你嘴闪上来买大嘴菇，跟谁聊你知道吗？对。火锅店那种自助送餐的机器人啊！机器人哦，你跟机器人聊起来啊？要盖牛好下去，会泡差不多5分钟。5分钟啊，5分钟，哎，我去泡一下，你这有外汇呢？外汇摸手外汇。先讲有嘛，我跟你讲，我的人生座右铭是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。OK， 一线改有，马看有，马看自创，看手在走。对啊，那个炸的差不多焦黄，哎，上色啊，用上色。冇聽錯就用蓋比牛噶，像剛剛比較好吃的。蓋比牛還好啦，比較好，應該嫩粉。對。那你這個有去骨的嗎？有啊，去骨啦。聞到就很好吃了。哎呀，聞到有先後嘛。術業有專攻。又捅樹嗎？你好好找找一找。確實術業有專攻。哎呀，差不多要用上色。哇，好漂亮哦！直接沾胡椒粉了吧？椒鹽。我們沒有這麼簡單哈。所以很牛慢的給停，因為鋪100還是鋪200啊？因為你蓋比色很軟的，沒有使用素的，都唔怕。哦，這個一定很讚。好香哦。Thank you。你煮一下哦。你看，連剛吃飽飯，他都覺得很香。剛好摸雪都動飽了哈，還有剩一點空間呢。其實沒有很難啊，開始講 hockey 的不卡州。簡單。你剛剛雞肉抓醃，除了抓番薯粉，還有嗎？沒有嘞，因為有米頭嘞。他俩沒有醬。你煮一下，你看人家色全部是送去，就做得嘞，差不多嘞。就不營養。嘿，不營養。那怎麼個按到九州啊？因為倆同菜係啲日本九州，就從那邊發源哦。好，差不多用就做得嘞。有冇該種？有哦。好。好漂亮哦！哦，在光照下來，很好這樣，很金條哈。哦，師傅在做那種高級料理，真的很注重擺盤。哎呀，擺盤。對啊，因為我們雪玲姐就直接倒下去再擺咯。哦，菜系不一樣。擺下醬就要加千 Q 啦。係啦，做得哈。做得加一下辣。擺了銀工的錢啊，吼。係啊，公主錯嘅啦。啊，那個。一寸全部不一。哦。今天我剛剛幫你拉生意吧。不嘛，殺半幾天啊。冇啦，半台一架。哦，冇啦，半現場嘅觀眾冇你啊，好冇？好。你下拎好了，不用等蓋啊。哎，不用等蓋。所以九州的炸雞本來是係用塔塔醬的嘛，呢度有啲靈魂做法。誒，大家知道九州係到哪嗎？日本啊有。日本嘅有。日本的哪裡？就在這裡，就係到一家之主。然後睜眼說瞎話。省飛機票錢吶。所以那個紅椒粉也是畫龍點睛。哎，它也可以沾來吃。這叫做手工菜哦，手工菜啊。然後蔥頭就一點仔落咧。哦，點一下。哎呀，麻煩了。很會擺哦。這樣哦。因為做得好。做得。好。來，這是九州風味炸雞。阿娘就好食咯。
谢师傅呢，然后家庭亚洲料理带你来去日本九州料理下这个九州唐扬炸鸡，大家看了吃吃看呐，好精致哦。哦，这个嫩到跟秀芝姐的脸一样嫩呢。呢度嘅雞肉鋪到嘟嘟好真係濃嫩呢，我鋪係種料，而且因為叫先鋪高本呀嘅番薯粉鋪嘅關係。先不要拍我，因为我要舔。包裹非常好，真的太好吃了。之前我是跟按后色的炸鸡嘛，冇。你看杜师仲，首先第一个吃完，唯一不美中不足的是只有1块而已，欠一个酒。哦，这就是嫩，味道好，无懈可击啊，好吃。还有最重要係唔係豆腐渣，很简单的料理。没错。而且有个牛有安嫩哦，给酱塔塔酱用水煮蛋，而且有蛮特别的。系啊，cái颗粒感的部分，cái種本身沒有口感。有。其實不重要吧？哦，佢哋做了凍有層次感，驚那破果又要脆，地部係軟的，啊軟的佢有炒果搭配cái醬汁，還有做cái另外一個塔塔醬，有乳化的效果，凍好些。正義農站的看睇時間呢，全部好濃，而且呢，全部都是香香誒。觀眾朋友，希望你們上我來吃吃看那嘅話，無妨偏去到加傳糖嘅話呢，咁樣都不卡，做得起家來吃做看啊哦。不過頭前1比1咯嗬，你都個個得到1分。最背面一關，我來熱天馬沙樣嘅哦，叫我來拼咯，馬上來進行最背面一關嘅挑戰。料理大鬥士，大家顧客都要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限定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面呢？一家之主，叫下來大鬥士咯！最背面一關係鼓手呢，我來拼輸呀，他想拿出自己的秘密武器。來問一下董事長，你拿呀嘛個秘密武器呢？撈台倉。撈台倉，慢你撈誒。哪撈啊？真嘅，好厲害！時常家裡就做這一周邊呢？哎，不卡就會不用的呢。滷菜，那這樣你是不是滷菜配高粱酒？對呀，我就知道。那你今天有帶高粱酒？有。高粱是主角吧？哇！哎，你節目100做的石頭酒，該不會就是在董事長身上實現吧？哦，這個墨子哦。先問一下，催명係嘛該嘞？四季肥腸。这个非常经典的料理，对，最背面一關的，所以國賓飯店的名菜。哇，國賓飯店的名菜，今天拿來現場招待大家。是名廚有來。這裡啊。有。這裡啊。坐旁邊的了。哦。對啊，董事長。既然係阿牛一發，你就讓他我們有國賓級的饗宴，給他做料理困難的好表現咯。好，最背面一關有信心嗎？有，如果俺等一下哦，一定了。哦，神明聽到了。我覺得展南哥是這個可愛擔當呢，非常升級啦。咱出嚟片呢，唔會受癮哦。今日帶來了只秘密武器係嘛個？漢豬肉。啊，你會做滷大腸嗎？滷大腸會啊。不過今天都是這個豬料理哦，一邊係台湯，一邊係漢豬肉。今天那裡漢豬肉做個菜苗按的嘛。椒鹽漢豬肉，做椒鹽調味耶。是的，我跟你說，也很搭高粱。對，兩片豬嘅酒係哪種？啤酒呀，做白酒係啊。今日談起來哈，不醉不貴咧哈。咱這兩片有信心嗎？有。好，加油！兩隊都已經準備好勢，現場馬上來倒3、2、1，搶快事！莎莎開始醉哈。覺得有可能嗎？順利嘅5年來提拔調酒雙走，有機會哦，有機會，而且他從第2道就開始說要喝了，對，第3道我們再不給他，他會再來一次哦。是你比較想過去喝的，又躺了就了。哦，莎莎狗一關。這樣，我比較好奇這一關，這是什麼？秘密武器椒鹽。 B 散。沒有了。這個是自己做的那個胡椒粉啊。胡椒粉加鹽。哦，椒鹽，那不就是我們那邊需要的嗎？牛很大坨了耶。好香，伯謙，這鹽酥雞。哎，那個燈在他們的別度哎，你看。好香哦。酥雞都不用炸嗎？係啊，我唔係好呀，好按燒啊。哦。大概有啲甜甜炒爽哦。哎，你看一下總經理兩片吶，因為哈，剛剛場外的時候一直有跟我說，總經理你嘴閃衝哎。
咩做菜甜甜，哎，这只是他的第2个专场。伊最擅长的买大嘴骨，跟谁聊你知道吗？对。火锅店那种自助送餐的机器人啊，机器人哦。你跟机器人聊起来啊？那你们都聊什么？然后他要送盘子啊，然后收盘子啊，他走到旁边啊，我就放进去，一按他就走掉了。那你有跟他自我介绍吗？谢谢他。你看有我婆吗？该炸肥肠，董事长，你会这样讲哈，你要是哈，你做了4季肥肠走出了以后台价那个肥肠店哈，都指明点你要走了头全部抬下去。大家以后来会唱功点菜是不是？对，那都要有盘子。蒙甜甜的炒，我都剩狂开片好吗？好。等下我去讲好，我们去。哇！他妹讲会做椒盐甜甜，亚麻该粉呢？地瓜粉。哦，番薯粉。哎，可是为什么含猪肉爱写？是不是学刚才师傅的处理方式？我不是，这是人家也爱一家餐厅，我觉得吃起来很好吃。可是它不是用没用含猪肉啦，它是用梅花肉。哎，啊，你怎么贵挑落去铺？可是因为我是先那个脆红，我就拿了呀。因为我先生哎，要切了切。秋萍姐是在他爱我，他不爱我吗？像韩式的吃法有啊，一收火之后有要咸猪肉不用上来哦，这样吃而且有健康的取向，哎，是这样。队长有什么想法吗？就是他这个动作已经做10分钟，对，差不多了，对啊，而且那个锅子还没动哎，这个忙，你前紧系你讲话吼，佢摸头前头。那你跟秋萍聊好了。你老讲了，好翻的啊。根本你的梅头，我们主味就是本性的含猪肉，不是咋个挑梅。不是，所以这个味道很重要啊。跟他讲就蒜头，他就买。是啊嘛，有火呢。那卤几球的2月的。2月的。哎，你讲咩行业？你讲系家养教育还是马莎教育？我来的同时。啊，这么远的关系？哎，等下，我又发现另外一个问题。秋萍姐，这个鸭背啊，好差不多哎，你要蒜头而且嘛。蒜头而且你那边弄的做美劳哎，那一区发生什么事？做下都按用人啊，係嘛？我睇做下都按用人，炒菜是一團亂。火锅魚後你可以炒嘛？㗎？蒜頭鹽、辣椒、蔥啊，裹下油，按用俾下醬，然後那你的甜椒會怎麼搞？擺盤啊。哦，沒爆落地哦。沒有，那有些人。甜椒會破果嗎？吃生吃，因为甜椒本来就可以，本来就走得上市的，所以我们有比较汤哈健康的取向。好，我哋先狂雞片好，意思，狂雞片放音啦，係啦。啊，董事長叫我們的。對不對？這個是豆腐蝦線切好的哦，你看，係咪前面就讓人叫過？這樣是想要倒戈了，是不是？因為我超愛吃大腸。你剛才在那邊都沒講話。你會這樣窮辣哦？也唔會辣得太。我眼睛都快睜不開了呢，因為你太美了。哎呦，阿妹講會啦，聽不下去了，聽不下去了。哎呦，掂到嘅啲噃，這一招是又厲害咧，你係厲害咧，你們窮羅。真的哦。我是覺得他們兩個是不是求生欲比較強？這個是藝術季吧？非常係現切果然的拖鞋啊！兩片的做法都動創。但是我真的看董事長他的刀工手勢是比我漂亮100倍。哦，怎樣？需要師傅幫幫我嗎？你要灌摸哦。你下切好咧啊！哦。哦，你還切好咧。這個是豆腐蝦是切好的哦，那就胖當切來。因為這個厚的，所以要慢一點；這個薄的快一點。你看，係咪係前面就讓人叫過？你這樣是想要倒戈了，是不是？因為我超愛吃大腸你剛才在那邊都沒講話。我前面好學台窗，不過我知道摸蒜苗。哦，你要蒜苗賣你1根1000塊。哦。所以通常這種台窗啊，佢會學下斜調，也係下學硬調，全走單，全部走單。那是怕接不到生意。哎呦，掂到嘅啲噃，你啊，這一招是又厲害咧。哎，有人腿軟了，你一定有班有安用硬啲啊。佢用下嘅炒佢含唔會腐啦。哦。
害嘅做法。你係厲害咧，你咪挺裸。真的。也向沒有出來還好你有把我扶住。我是覺得他們兩個是不是求生欲比較強？真勁啊！有啊。哎，真的耶。比較有道理耶。真勁。所以還有秘密武器啊！哦，秘密武器。好有皮頭雞。有哈。哎，好香哦，好香哦。好，腳腳子差唔多好嘞呢哈。等下我吃蜜透哦。哇，好像很赞呢。做對咯，而且顏色超漂亮。哇，要吃蜜透嗎？我送給你。我只有養行會嗎？好，那我們要上菜了。好嘞嘞。好，夾夾一塊攬嘴。好。啊，這個基調會好嘞。好嘞。啊，那會蠻好嘞。好漂亮。那工藝好漂亮。緊張，可能你是緊張嘞。緊張哈。不緊張哈。你要變超嘛？該。會這樣窮辣哦。也唔會辣得太，我眼睛都快睜不開了呢。又安辣的，因為你太美了。哎呦，安會講會了啊！聽不下去了，聽不下去了。你有成品盤嗎？哦，盤嘛嘞。哦喲，炒落去係啊。哎，不是，叫啊喲。叫啊啦。等下水椒鹽呐。還有，我那個椒鹽本來沒放上去。所以蔥2到3條咪就係用嘢奉獻蔥油啊，燒油也有蔥哦。這邊擺盤有什麼巧思嗎？哦，創意料理。我對安用啦，隨意耶。因為完全係你要你係注意健康，所以沒有爆菜，你就在那爆涼食。安用是哈。解油膩。對，很好。哎，那你們這樣好，我要去倒數哦。哦。然後先，天茶馬上來都算。是。6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來吃看那最杯麵一罐，乃不開料理開斬掉嘍。用豬呢，真嘅係毛起來拼起來了吼，拿出去幹呢壓箱寶來比耶。哎，你捧去周圍呢，係這個四季肥腸，睇起來看來拼上看那董事長重點嘅料理哦。這就是我愛吃的台中的饃頭。它這個肥腸好好吃哦，非常的 Q 彈，而且滷味滷得好香哦。是用中藥包去滷的。它這個肥腸應該基本上不用再炸過就很好吃了。不是有高粱嗎？高粱，高粱還沒有送過來。肥腸有沒有？放那個蔥去炸。哦，那個超讚的。那是炸肥腸。那炸肥腸。你們想吃嗎？好啊。有嗎？有嗎？想吃，我等一下上樓上去炸下來給你們。真假的？好，我們還有第3集，昨天等你。可是董事長已經磨汗的閨蜜了，他緊張好幾天了。董後生吃到不會講話，你都知道。後生都跟我們吃發了耶。有種因為這樣嘅台窗饃頭，幾毛誒，幾滷都好。我很好強係哪隻？鹹豬牛。嘿，稍稍來試看。溫高款嘅嗰個底度嘅牛呢，還嫩嫩。看過，我該下體育還有咬落去的時間，我聽到天堂的聲音，卡死，又酥又甜。天堂有什麼聲音？好聽的聲音。對方周圍有歐諾嗎？都在，挺好。都在好。因為這款比係比咩味嘅，因為主皮啊，主角就係鹹豬肉，胃係好落去哦，都係鹹豬肉嘅香氣。一開始報名家下，那就直接是講。鹹豬肉嘅私房菜拿手菜，一下雪到咧，真緊當好食。所以你睇明體育白雪啦。體育白雪。哇！一住到兩位下之後，真緊當強。你看哦，用傳統嘅食材，撈個新嘅創意結合起來哦，真緊當賺到。香港最重要係乜嘢？就健康的價值。所以等下師傅用品評分咧，夾夾嚟看哦。經常聊都帶師傅給用品評分咧，確定動手腦嘅超人師傅搶半分數。哦，恭喜你分！大家來看一下阿峰哥全部分數。超人師傅沒有任何壓力啦哈。沒有。好。對，沒有。覺得紅隊該台蔥滷得很好，淡淡水煮凍紅色的。台蔥處理都凍強，鴉片下口秀員應該紅黃椒有冇？應該拍色該濃啊，摸辣強，該實際來口感模糊。鹹豬肉做得切下細啲對，按中台的食物。夠鹹，挺鹹。你本來還冇上過錢呢，貴條便宜。那不是雞排變豬排？沒好食啦，鹹掉一點。哦，阿峰哥還公平。紅隊啊，其實吼台蔥
卤的冻好食，四季豆吼用桶的黑醋的，因为你甲泡解太冲会冲油，搭配到甲四季豆食落去，有杜好的梅头有杜好。难得有点可惜的地方，成样办，你要用泡做的，泡的时间吼，你咪做咧像要做个小葱啊，用一点啊，从彩椒咪做咧切粒，含住要泡过以后，切成末还是粒，用下安尼食落去。梅头是臭的。我们蓝队等一下也去楼上再做一道给他。好，对，董事长要加菜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什么师傅今日用的话，董事长你真有后神接法，怕真紧就会来抢给的设一下加码的菜色哦。好，马上就来颁奖嘞！耶！好，经过的下点钟的比赛过后呢，成绩出来咧。凤翠得到3分，蓝翠得到1分，现在恭喜凤翠得到3000元的加菜金，恭喜！耶！恭喜！不过，你还有本董事长咯，总经理献荐一下咧。礼拜吼，蓝翠得到嘅系乜嘅呢？经典亮菊矿石不粘锅剧组3000。哇！就这样哦，这个大地色会直接白送出去哦。哦，这个回去怎么分要剪刀石头布哦。可以办，可以办哦。好，先来问看那今日呢，总经理先老太太讲一下礼拜参加的心情好冇？希望的单位非常欢喜，希望大家多多参与，谢谢。好，3号人呢，问董事长老太太分享一下礼拜参加的心得好冇？非常欢迎哦，客家电视台来了呢，推广客家的知识啊。礼拜呢，主要係來拋磚引玉啊，讓大家來了解講哦，客家嘅題材係樣扮演哦，大家希望能夠多來參與，希望各位。我唔錯。你呢，董事長就是以大家長的姿態，老太太講呢，分享太子家，向下來要特別來參加。係啊，就個咧問一下攬出嚟一片嘅秀芝姐吼，你禮拜參加嘅感想係乜嘅？我哋嘛希望客家文化做得發揚光大。哇！你選擇一位客家新口，我做出來客家料理真緊又好食呢。就個問一下秋萍阿姐，今日參加嘅感想係乜嘅？這門太子家吼，要來機會哦，今日看到啲主廚啊。佢冇按厲害啊！我哋小幫手從佢要進步空間動態。啊！你今日係攞停手田哦？小幫手啊，係啊，看唔出來咩？我切工。行擺還有機會看到你嘅進步。好，希望誒。空間很大哦。係很大係啊！我繼續加油。你嘅空間很大，對其他人啲啥行擺表現哦。好，恭喜恭喜！祝董嘅料理牛人今日來到節目當中，拿出自家嘅本店，本地最有實力做得食到安澎派嘅菜。董事長總經理咩有講咯？南北啊嗬，培養太子家一定要來參加，唔是小李咩，唔是講唔可以緊張啊嗬，好搞嘛？好搞，其他品質保證呢？係啊。所以唔但搶吼，繞搶大家，日日都報名參加比賽哦，還有埋就係富創獎，要盤動到發糖。你希望所有嘅朋友就係來到兩片，來感受一下歷史的重量。依家自助店嘅太子家，向下來到也到尾來比賽，來分享我家嘅好料理哦。南北再見，拜拜。